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新历1月初2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楚欣。咱做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新增加6宗带病入境，其中3人病毒的量真悬，下落去检验，因的检体确认感是变种的病毒。新北一间便当店宣布包猪肉的便当一粒爱起10块，引起议论，消保官也失去调查。包括天台空中的2021年各项授权法案，美国国会参议院推翻 Trump 的破获权专案就此生效。今日是元旦假期的第2天，过到了后，国道5号开始出现上北的车阵。高速公路局按算今日的车辆会真多，也明仔载是假期的上半日，上北车阵拍算是这3天来上介多，建议民众选择行代替道路，避免塞车。连续假期第2天，天气有稳定期，为高公局的时速显示图会当看到，早起各国道的车流并无算多，一路到去黄青顶时速拢会当来到70公里以上。到下昼3点，国道全线交通量是51.1万车公里。高公局有估规天的交通量是118万车公里。中昼过了后，各国出现北返车流。高公局预估是这波车潮可能还是会持续至晚上11点左右才会得到疏解。国5的北向头城之平岭会从上午8点多开始，就会陆陆续续有车流出现。新竹路段、国1、国3各2个点，然后中部路段的话是彰化、台中、南投，总共有3个点这样子。主要会是都在下午的时候会比较塞。车三是连假的最后一天，高公局有估会有大量的北返车流，将达到68万车公里，是平常的1.5倍。国5头城甲平南、九巴路段也将为早起就会有车流出现，西部将伫下昼出现车流。高公局提醒，连假期间规划4条长道甲7条短道替代道路，建议民众多多使用，以闪开塞车路段。关心连假交通，交通部长林佳龙一透早就到高公局视察，伊表示，照过去51连假的经验，伫应用大数据分析做真济检讨精进，原本有计伫东部车流会增加，不过可能受到天气甲疫情影响，车流量拢伫有机的范围。尖峰时间特定的一些我们可以做的疏运的作为我们也不断的在精进那但是这毕竟是比较治标了，怎么样能够打通一些路网的一些瓶颈路段然后能够提供更方便的大众运输，能够有更大的一个分流的效果。针对农历春节，交通部建议推出8发客运4人同行1人免费。林佳龙表示，为精进分流甲疏运方案看到效果，所以鼓励民众坐公共运输，对解决尖峰时间塞车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今日新增加6宗带病入境染到武汉肺炎的患者，其中3人病毒的量真悬，所以会落去检验，因的检体敢是有变种的病毒。也指挥中心启动天网，掌握自主健康管理者违规参加大型的活动。不过天网敢是监控个人的意思，为了避免误会，指挥中心甲天网改做电子围篱预检控，强调绝对不是追踪所有人的手机啊。国内阁新增加6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确诊个案，指挥中心讲，这6个人分别来自英国1例、美国、菲律宾各2例、印尼1例，其中案例804是英国一男性入境进前有小可10片的情形，因为是英国天气较寒造成。12月30入境了后，提阴性报告，入去集中检疫所，31采检测离确诊。CT 值显示鼻毒量真悬，而案例805、806也拢在检疫期间出现症状，有这3个人的 CT 值拢在27以下，所以检体拢会做比对，看是不是变种的病毒。CT 值比较低的就是英国籍这位它只有18，那另外805的 CT 值是26，806是23。如果在检疫期间有症状就能够采检的话，那通常它的 CT 值就会比较低。而最近疫情指挥中心头一摆启动天网，掌握罪名自主健康管理的人违规去参加大型的活动。不过天网这个名词也互外界质疑，是不是伫对全民来监控？对此，指挥中心甲天网正名做电子围篱2.0，并且强调天网的做法甲电子围篱技术差不多，绝对不是追踪所有的人的手机。电子围篱用的就是他的手机的讯号跟这个基地台的位置这样的一个辨别我们都只有针对法律授权的居家隔离、居家检疫跟自主健康管理的人，我们才会做这样的一个监测。
指挥中心强调，电子围篱2.0敢若针对特殊隔离检疫，抑个有自主健康管理监测，毋是针对全民，也毋是追踪手机内底 GPS。所以讲，若是侦测到有违规的人出现在大型活动的周围，一定会先解扣劝离开。是毋是开罚单是由地方政府来决定？若是民众发现身边自主健康管理的人有违规的情形，也拢欢迎检举。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针对政府开放美国猪肉进口，地方订定自治条例，要求肉路禁止验有正肉精。这站行政院表示，毋但违反中央的法规，也违反宪法，要求地方的食品安全自治条例，就甲中央一致，引起不少地方政府的不满，要申请实现。台湾开放美国的内地进口。2002年头一天，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表头一篇的推文，指出台湾已读对美国猪肉、牛肉进口限制，对美国农民来讲是好消息。期待2021年进一步强化美台经济关系。正因为安尼，行政院希望国内对着内地的规范，全国爱有统一的标准。认定地方食安自治条例内底3肉精零检出规定毋难违宪，也该着中央的法规。不过国民党立委李贵敏认为，毋是行政院讲的准算。问题是在于谁决定它是抵触宪法，绝对不是行政院，他可以自己决定说他认为是抵触宪法，他就抵触宪法。如果行政院有这样的权限的话，那地方自治是全部崩盘。为什么？因为行政单位中央说了算，所以在法律里面才规定说，当你有争议的情况之下，是谁解决？司法院。李贵敏强调，地方自治条例本来就会使规范比中央的法规较严格。若是中央认为地方的零检出要求是违反宪法的规定，应该要请求司法院大法官来解说。而民进党立委周春美是支持行政院，认为全国一致的标准是合法合理。地方自治我们当然容许，而且同意部分在自己针对自己的地方上不同的条件去做不同的规范。但是如果是在于有关于食品健康安全的部分，这个应该还是要有全国一致的标准，才不会有一国两制。而行政院是强调，进口猪肉会搭配来查验，并且表示食安标准应该全国拢共款。若无业者无到遵循，民众也会混乱。地方政府应该依法行政，若是一定要强制来开发，对违法的行政处分、受罚的业者，可能提出行政救济加国家赔偿等，也请地方首长爱好好来思考。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才开放美国猪肉进口，新北邦桥正道便当店宣布，包猪肉便当一粒要起10块，引起议论。消保官随去调查，确认业者所用的猪肉本地是按加拿大进口，但该用咱国产的，成本也悬才会来起价。也农委会就讲，店头若毋是因为猪肉自进口，改卖国产，为成本来起价，若毋是安尼，就无合理。小辣店外口人客真多，有伫邦桥这间有名的便当店，中昼12点半人客也真多。不过，这的猪肉类便当是拢起价咯。老板，我要叉烧双拼。后面有没有有奖10块呀？哈，95。门口大介绍，猪肉类便当全部拢是新的标价，讲是用国产猪肉其实起价。有消费者认为拢是开放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做成的。原料起啊，做起啊。你会当接受呀？啊，哪好多啊，无嘛是爱食啊。你即马台湾这一直起价，我就逼人变成去食来煮嘛，是毋是安尼？所以你感觉是政府的问题？政府的问题啊，这毋是百姓的问题。起价消息伫网络上一直传出来，也有新北市消保官来调查。初步了解，业者进前使用加拿大猪肉，政府开放内地了后，改用国产的猪肉，两者每公斤计小差50块，这起价来反映成本。加拿大猪跟台湾猪的确实有一个明显的价差了。初判的话，应该是还不至于构成所谓的联合行为，或者说什么恶意的涨价这样。那个成本的考量，我们就逼不得已，一定要这样微调5块或10块。要小食大面临无回汤卖压力，以向使用国产猪肉的大头讲，这阵国产猪肉是真好卖，大家拢要买，无一定买会到。这阵啊，只好电来甲人客来解说咯。伊也要退，伊也要退，毕竟它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就是没有了。就要去用进口的，不可能，就干脆不要卖了。农委会表示，今年猪价并无正常，去年因为疫情造成消费量较少，价销较无好。今年拍卖价销转来到每公斤71块左右，有可能是线卖迄边起价，可能是店头对较早就使用进口的猪肉，即阵改用国产的。
要不若是店头在开放内底前后，拢使用国产的猪肉，安尼还阁起价就不合理咯。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苗栗通宵发花市附近的山头，伫昨下晡火烧，乌烟阵阵，庆祝空中，甚至伫西滨快速道路，阁通看见规片的山头拢伫火海当中。火势伫昨暗8点控制好势，结果2公顷块山地烧起，也是安怎会导火？原因要搁来调查。火伫庆天顶规片山头拢陷入火海。火伫风的座顶真紧炭烧开来，天气打扫，四周围拢是较会烧的杂草甲大树枝，火势真歹控制。消防人员伫民街附近牵水线，防止火影响附近的庄仔。这场火为下昼3点41分就开始烧，民众经过西滨快速道路北沙墩路段时，拢被眼前的警常惊到破网，提醒用路人注意。火灾地点一开始是伫苗栗通宵顶发华市附近山头，杂草火警一路烧到西湖乡利湖村甲后人交界，总计面积是2公顷。因为现在火势已经控制了，已经不会延烧了。因为我们在那个附近的住宅，我们都有那个布消防水线去防护，有些就是那个车辆没办法到达。所以说那个没办法，只能做那个居家的防护。苗栗县消防局总计调派4个分队19人到里拍火救灾，火势伫暗时8点左右被控制。当地居民指出，3、4年前也捌发生火烧山，经小初步调查，不排除是民众整地也是乱弹分散引起山林火警。若有明确的犯罪嫌疑人，将面临刑法第173条到175条熄火放火等相关刑责的追究。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国会参议院伫美国时间1月初1表决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推翻总统 Trump 的封国权专案就此生效。这部法案若牵连7000亿美金的美国年度国防预算，影响全球的战略，也佫包括美国天台空中的声名。美国国会参议院伫美东时间初1对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进行表决，结果推翻总统川普的复国权后专案生效，也是川普任内头一摆互国会复权。We've passed this legislation 59 years in a row, and one way or another, we're going to complete the 60th annual NDAA and pass it into law before this Congress concludes on Sunday. It's a serious responsibility, but it's also a tremendous opportunity to direct our national security priorities to reflect the resolv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evolving threats to their safety at home and abroad. 因为川普不满法案中无包括修正通信断证法230条的内容，伫法案通过，川普发文批评参议院做出可比的决定。也不过，这个法案关系7000多亿美金的美国年度国防预算，将影响全球战略，也包括美国天台空中的声名。学者分析，甲用比2021年的版本更加强化美台合作关系。在法律生效的45天之内，美国的国务卿要向参众两院的这个外交委员会进行报告。报告在行政部门如何去履行台湾关系法，还有过去的一些支持台湾法案上的落实的程度。李大中指出，国防授权法多数内容只代表国会意见，也爱看先伫美国总统甲行政部门安怎落实，甲政治代表关系。美国国会将伫初六清点各州选举人票，确认总统大选结果。台湾初2下到几个团体上街游行，看海支持空中的川普。对台湾来讲，这么好的总统那个给台湾呢有11次的军售包括通过了非常多有台的法案。民间团体表示，希望川普继续反制中共，保护台湾，也将根据法案邀请川普访台。记者综合报道。也各国为着避免疫情扩大，订定种种规范。英国所有民众因为无顾防疫，互警察抓起。也英国因为变种的病毒菌甲患者大增加，只好再启动临时病院来应对。美国伫元旦即天总病例超过2000万宗。墨西哥疾病治疗患者的供应量无够，致使上诉档继续起2至3倍。正月庆祝大利比2021年，英国所发生至少有5名民众涉嫌组织大型的下年聚会，违反着防疫政策，获罚款1万英镑。伦敦警方透暝巡逻，至少驱离58场违法的集会，其中有4个人因为违反防疫政策，获警方逮捕。
英国变种病毒是拖真紧。根据伦敦帝国学院的研究，这款病毒传染的人无咧分年岁，和感染人数会一直增加，嘛造成医疗严重负担，进入灾难医疗状况。和当局紧急重开临时的病院，应对增加的病人。汉尼梅除了英国无病症，美国伫元旦迄一天累计病人嘛冲破2000万人，其中疫情严重的加州已经有超过230万人确诊。洛杉矶是平均每10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亡，嘛互医疗系统无法度负担。美国的厝边墨西哥伫病院居家隔离的患者，因为细胞出现变化，酸素无够提供的状况，要靠亲友去买酸素，而酸素的价数嘛涨到2-3倍悬。Pero hace 15 días costaba 70 pesos la recarga y ahorita está en 150. 感染患者人数全球第2悬的印度，国内的总感染人数已经超过1030万人。印度的药品监管机构已经伫元旦迄一天批准，予预定疫苗会当伫紧急状况使用。七日开始伫全国排演运送加注射的流程，毋茫伫8月底之前，予13亿5千万人内底3亿人先注射。那是澳洲的新南威尔斯州，因为元旦增加7个病例，都公布为当地初时开始，强制伫室内的公共场所必须爱挂喙暗，嘛限制包括健身房、婚礼加丧礼人数，违反的人会罚款差不多是台币4400块。国际新闻，但是同朋友。英国正式伫今年元旦脱离欧洲联盟，意思就是欧盟甲英国拢袂当甲进前同款自由出入对方的地图。都有民众烦恼讲，英国甲法国相通的海底磅空会因为出入境的检验来大塞车。不过照目前的状况来看哦，虽然检验的次数有较济，不过进行起来也是真平顺，无问题。卡车豆豆为港口驶入去渡船内底。2021年的头一天是英国正式脱离欧盟的头一天。法国的货运卡车坐着为法国加来港口前往英国的头一批渡船，准备要渡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的多佛港口。那渡船阁会经过英国法国边境的头一班欧洲之星列车，嘛为英国伦敦顺利到法国的巴黎进行相关的入境检验。I think most of the checks were due to the coronavirus restrictions rather than Brexit necessarily. So, and even with the COVID checks, it was still, showed our documents, and it took, 3 minutes instead of 30 seconds. So it was all okay. 挂伫协商的期限进前，英国甲欧盟完成了达到70页文书的履行贸易相关协议，这代表双方下境的进出口商品的成本会增加。外国媒体报道，英国甲欧盟差不多有70%的贸易往来是经过法国的加来港口甲敦刻尔克港口，每一天平均会有6万名的乘客甲12000台卡车利用英国、法国的海底磅空。伫正式脱离欧盟之前，有民众烦恼海底磅空会因为出入境的检验发生塞车。个正式实施的头一天，已经至少有200台货车利用磅空顺利出入境。Happy that we've left. I think we've now got control of our own destiny, and we haven't got to pay any more money to Europe at the moment in time. So yeah, happy that we've left. 只是今嘛，英国疫情继续拖，英国脱欧嘛代表相关的防疫规定会脱离欧盟的规范。真侪英国媒体嘛分做亲近欧盟，甲怀疑欧盟的派系，分析脱欧以后的好甲歹。国际新闻的是董编译。看到转来咱台湾，来讲高雄受寒流影响，也有因为闪风、空气恶对流。地数要到的是有8个空气品质监测站拍感染色的张来警告，也站伫嘉义甲高雄的民众夜头拢看到红色的月亮。专家表示，这是因为空中的热量用也过头济来所致。元旦连续假期第2天，高雄出大日头，不过看向远的所在，也是小可有点仔噗噗的感觉。拍开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站，初日早起10点左右，高雄今年有8个监测站，都是呈现对敏感族群无健康的感染色警示灯号。秋冬季节，我们位在这个背风面，扩散条件比较差，但是随着午后海风进到我们高雄市区之后，目前在下午1点左右是还有5个客站是属于橘色提醒。环保署表示，高雄的空气品质在下晡3、4点左右会恢复到黄色普通的品质。而南部这2天空气品质无稳定，也让高雄甲嘉义的民众分别拢看到红色的月亮。其实他一开始看到的不只有这样，他开起来看到的是更红，然后整个是类似火红的球一样。
红色月娘，互网友一度认为是无吉祥的，不过气象站用科学的角度解说，月娘较倚近地平线时阵，光经过较高的大气层，到目睭的过程会因为散射的原理，若光互散掉，所以讲看到月娘会较红。若空气内底 PM2.5较多，月娘会较红、较暗。昨天晚上确实数值偏高，偏高的意思就是代表说空气的悬浮粒子比一般的时间又再高了一些，所以散射的情况就又更严重，所以呢就又更偏暗跟偏红色。正拄到2021年的元旦，其实看到真少看到红色月娘，互袂少民众感觉是真拄好。也毋过气象观测员表示，这其实只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民众免伤过惊吓。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报尾啊，来看台南每年的梅花已经开2至3成，也搁因为梅芳报道的直播单大开，吸引侪民众到地赏花。也天气若继续寒落去，按算搁1礼拜，花会开愈水。一缕一缕白色的梅花伫树尾走出来，放眼看去，就亲像雪徛伫树枝顶面。数量虽然无侪，但是嘛，逐个互人兴奋。这几天因为寒流来，嘛，互台南市梅岭风景区的梅花开始开花，开花量大约2成到3成，国加上原本的山道，都有3万多丛的直播单。连到第2天嘛，吸引真侪民众出门来看花。都还没有到全开，就是还在慢慢开，因为会基本上南部会晚2到3周的时间，会有时间过来这样子。哦，有听说梅花好像有开大概1-2成了这样。对，好像路上开始车潮人潮都还蛮多的。台南梅岭一向拢是出游的热点，梅花更是出名。今年梅花是普遍较延后，主因就是今年的寒流较晚到。不过因为日前落雨，吹出袂少的花苞，有期今年花开的状况袂歹，过完一周花况会更较好。12月初要有先一波寒流，刺激它花苞苏醒，然后再来就是不能太热，这样它花苞可以慢慢长大。因为今年第一波寒流来得比较晚所以它当然复苏的时间、开花时间就会延迟这样。但是因为天气够寒冷的话，它开花的速度很快，所以下周应该可以大概有到5-6成、7-8成。陆续这样子的话，大概花期大概有养2到3个礼拜。到梅岭除了看梅花，梅芳古道两边嘛拢种紫牡丹甲杜鹃花。未来若是天气愈冷，包括山樱花、梅花，嘛会陆续来盛开，将会一直持续到今年2月。记者郑混蛋报道。也讲到掠乌鱼的大月，就是咧冬季真后哦。毋过因为今年无够寒，渔民等无乌鱼通掠，也准收无年，恐惊歹过。也今日总算有好消息，有渔民出海掠到上千尾的乌鱼，按算通赚40多万。渔民面上拢是笑容，细园渔民。关于2021年元旦报名出海掠乌鱼信，总算伫初2透早带回好消息，就千尾满几只船的乌鱼将年终赚起来。阮弟弟硬要甲伊拼，伊都掠乌鱼有兴趣，所以逐年乌鱼若走到倒，伊就掠到倒，掠到几年前再刷呢。彰化县渔民黄超群，这批乌鱼是伫家己外海掠的。渔船一转来，阮那渔港落货，民众10尾8尾抢咧景，当然上受欢迎的也是乌鱼子。这把乌鱼好食吼，好食好食。专工来买吼。系啊。受到暖冬影响，海上风险较大，原本应该伫冬节前后出现伫西海岸乌鱼信一直无够，总算伫这波寒流等到大丰收。也毋过甲去年同期比，也是相对偏少。其他渔民都无遐尔幸运，掠到数量甲去年袂比哩。像我的桃仔30年，毋捌清几年啊无。都差唔多，真正足无的啦，足无的。寒流来，掠乌鱼的渔民上欢喜，无惊低温风寒，加真歹海上出海掠鱼。也毋过因为量少也愈悬计数，平均每个乌鱼大尾市价达到1300左右。去年彰化县西渔民也掠到上万尾野生乌鱼，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今年渔民是掠数百尾、外千尾，状况更加无理想。这阵伫海上掠乌金的土海人，希望伫后一波寒流来的时阵，搁赚一笔大年终。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来看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上低11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10度，上悬23度；
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6度。南部这边上低14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8度，上悬18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